加多利山血案2年半追蹤，蔡天鳳慘劇背後，法律正義與人性沉淪嘅真相。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我嘅頻道。今日要同大家講嘅案件係蔡天鳳命案。2023年2月21日，香港名喚蔡天鳳嘅白色身影喺大埔科進路學校附近嘅監控畫面中定格，呢個就成為佢留喺世上最後嘅影像。2年半過去，呢樁震驚全港嘅碎屍慘案仲未迎嚟最終審判，但司法程序已經喺慢慢推進中逐步揭開真相。從財產糾紛到預謀殺害，從兇手落網到部分判決執行，每一個細節都反映出善意被踐踏、法治受挑戰嘅沉重現實。今日我哋根據香港法院嘅司法文書、主流媒體報導同埋官方通報，逐一核實案件關鍵節點，還原呢場由溫情包裹嘅貪念釀成嘅悲劇。1. 核心人物：善意嘅受害者與冷血嘅加害者。受害者蔡天鳳，被養大嘅惡魔，反噬嘅善良名喚蔡天鳳。Abby 1995年出世，喺內地雙架家庭。28歲遇害嗰陣，已經係活躍喺國際時尚圈嘅知名人物，成日去巴黎時裝周，同 LV、華倫天奴等頂級品牌創意總監熟絡，仲登上過法國 L'Officiel 雜誌封面。佢同譚仔米線創辦人個仔 Chris 嘅婚姻令佢備受關注，住喺大埔比華利山別墅，名下財產超過億港元，人生本應順順利利，閃閃發光。但呢位外人眼中嘅人生勝利組，對前夫一家卻維持住近乎如善嘅照顧。2016年同前夫鄺港智離婚之後，佢仲定期俾生活費前公婆，資助前夫阿哥鄺港傑開餐廳，失敗之後仲請返佢做私人司機，月薪超過6萬港元，甚至明知鄺港智因為詐騙被通緝，都仲持續俾錢佢用。蔡天鳳媽媽張燕花5姐喺庭審中透露，女兒每個月俾前婆婆李瑞香嘅薪金就有10萬到20萬港元，呢種冇底線嘅資助，最後變成刺向自己嘅利刃。加害者備忘吞噬嘅前家人與幫兇，將蔡天鳳推向深淵嘅，正正係佢曾經當成家人嘅6個加害者。佢哋嘅背景同埋做嘅事，更加顯得出人性扭曲。鄺港智，前夫，32歲，本案主謀之一，早有前科。2015年用黃金投資嘅名義詐騙6個事主630萬港元金器，之後棄保潛逃咗7年。直到2023年，因為蔡天鳳案被捕，先至浮出水面。佢長期靠蔡天鳳資助過活，偏偏喺財產糾紛中，第一個贊成殺害計劃。鄺球，前公公，68歲，案件幕後策劃者，曾經做過香港警隊警長。2005年，因為涉嫌強姦被調查之後辭咗職。佢靠住以前執法嘅經驗，規劃殺人同毀屍嘅細節，甚至精準計算警方查案嘅流程。鄺港傑，前夫阿哥，41歲，蔡天鳳嘅私人司機，掌握晒佢每日嘅行程。佢唔單止參與綁架，仲負責駕駛作案車輛，手機入面仲留低買電鋸嘅記錄。李瑞香，前婆婆，65歲。退休之後，因為欠債被裁定破產，長期收蔡天鳳嘅資助卻因賬酬報，事後仲刻意同警方講大話掩蓋真相。林信，遊艇公司職員，42歲，收咗30萬港元賄款，協助鄺港智規劃經非正規口岸逃去澳門嘅路線，想避開海關檢查。潘巧賢，鄺港智女友，30歲，做中間人聯絡林信，喺微信群入面傳達越快越好，幾多錢都冇問題嘅逃亡指令，事後卻辯解話淨係負責傳話。另外，鄺球嘅情婦伍某都曾經協助匿葬鄺港智，後尾因為證據不足冇被起訴，但已經被列為重要證人。2. 慘案緣起，7280萬豪宅引發嘅殺機，案件嘅導火線係一間價值7280萬港元嘅加多利山豪宅。2019年7月，
蔡天鳳為咗方便前夫一家住，斥資買咗呢個物業。當時為咗慳15%嘅印花稅，大約1092萬港元，佢同前公公鄺球約好，將物業登記喺鄺球名下，但實際產權同買樓嘅收益都歸自己所有。呢個基於信任嘅代詞協議就成為咗日後悲劇嘅伏筆。2022年底，蔡天鳳打算買咗呢間豪宅，當時市值6800萬港元，仲主動提出買屯門新樓安置鄺家。估唔到嘅係，鄺球早已經將呢間豪宅當成自己嘅物業。佢當時欠咗匯豐銀行207萬港元貸款，荃灣嘅單位已經被銀行收返，急需要錢填債務嘅窿。面對蔡天鳳買樓嘅提議，鄺球激動到發死亡威脅：如果買樓但唔安置我哋，就殺咗你。蔡天鳳以為佢只係玩玩下，仲繼續同鄺家傾，點知殺機已經喺暗地裏醞釀。作為前警員，鄺球嘅謀劃真係步步為營。佢帶住2個仔，先後做咗3樣準備。第一係踩點摸清蔡天鳳每日接個女放學嘅路線，揀定喺大埔科進路學校附近嘅偏巷落手。第二係喺大埔龍尾村租咗間村屋做行營地，屋入面冇床，淨係放張梳化，牆同窗都掛滿隔音棉，專登避開鄰居嘅注意。第三係案發前2個鐘買電鋸、削肉機、雨衣、手套等工具，甚至提前喺雪櫃留空位放殘肢。2023年2月21日中午2點15分，着住白色套裝、拎住紫色手袋嘅蔡天鳳走入偏巷，鄺港傑駕駛嘅白色豐田麵包車突然衝出，2個男人喺3秒內將蔡天鳳拖上車，全程唔夠10秒。佢嘅手機跌落地爆咗螢幕，從呢一刻開始就同外界斷晒聯絡。3. 慘案曝光，3日偵破遇害人現場。當日傍晚，蔡天鳳媽媽張燕花聯絡唔到女兒，憑直覺判斷同前夫一家有關，即刻報警。西九龍重案組迅速介入，通過監控鎖定鄺港傑嘅車輛，追到大埔龍尾村嘅涉案村屋。2月24日，警方強行撬門入去，一股刺鼻嘅臭味撲面而來。現場情況真係令人髮指，雪櫃入面放住蔡天鳳腰部以下嘅雙腿殘肢，大腿肌肉已經被削到見骨。屋入面散發住染血嘅電鋸削肉機，梳化同地面都見到人體碎肉。廚房2個鐵鍋入面殘留住混有人體組織嘅湯汁，經過化驗發現有指骨碎片，牆縫入面檢出疑似人油嘅油脂殘留，證實曾經做過大規模毀屍。2日之後，警方喺村屋隱蔽嘅角落揾到蔡天鳳嘅頭顱，佢右耳後面有一個6.5乘5.5厘米嘅撞擊裂痕，法醫話係硬物擊打造成，呢個就係致命傷。飛虎隊水鬼隊之後搜查附近嘅儲水池同河道，但有部分殘骸始終揾唔返，估計已經被掉入大海或者混入垃圾處理咗。案件偵破進度好快，2月24日晚，警方喺九龍城拘捕鄺球、李瑞香、鄺港傑。2月25日中午，拎住50萬現金、400萬港元名表，準備坐遊艇走嘅鄺港智喺東碼頭被埋伏嘅警員捉獲，現場仲搜到染血衣物同肢解工具。3月3日，潘巧賢喺深圳羅湖被內地警方捉到，3月7日移交香港。3月中，林信同伍某先後落網，涉案嘅6個人全部捉齊。4. 司法進展，已決案件與待審謀殺案嘅清晰分界。截至2025年10月，蔡天鳳案嘅司法程序呈現部分結案、核心待審嘅狀態。根據法院裁決書同律政司通報，逐一梳理清楚。已生效嘅判決，3人入獄，罪責分明。1. 鄺港智究案，盜竊罪判囚42個月，呢個係獨立於謀殺案嘅刑事案件。2024年6月19日，香港區域法院裁定鄺港智2015年犯嘅6項盜竊罪，1項棄保潛逃罪成立。
法庭查到佢當時用黃金投資返利嘅名義，呃咗6個事主630萬港元金器。得手之後買咗贓物潛逃咗7年，期間一直匿埋身份。法官喺判詞中指出，佢犯罪唔係一時衝動，而係處心積慮嘅詐騙，而且潛逃期間完全冇悔意。最後判咗合共監禁42個月。而家鄺港智喺赤柱監獄服刑，等舊案刑期完咗之後，就會轉入謀殺案嘅司法程序。2. 林迅、潘巧賢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成判囚。2025年6月16日，香港九龍城裁判法院裁定呢兩人罪名成立。6月27日宣判刑期。法庭證據顯示，2023年2月24日到25日，兩人通過4人微信群傾逃亡計劃，由潘巧賢聯絡鄺港智，林迅負責用水上派對嘅名義租船，規劃從東涌嘅碼頭出發，經港澳中間海運轉乘澳門船隻嘅路線，報酬係30萬港元。面對指控，林迅辯解話冇實際付款，協議唔成立。潘巧賢就話淨係做中間人傳話，唔知對方身份。但法官陳志輝認為，兩人嘅微信通訊記錄已經證實有明確嘅犯罪意圖，而且積極推動逃亡計劃，最後各判監禁6個月。潘巧賢之後申請保釋等上訴，結果批咗，但林迅已經入咗獄服刑，待審與審理中案件。核心謀殺案仲要等。1. 李瑞香妨礙司法公正案審理中，前婆婆李瑞香被控喺案發之後同警方講假證詞，話鄺港智長期唔喺屋企住，仲勸蔡天鳳媽媽唔好報警，唔係會撕票，想干擾偵查。2025年10月1日，區域法院完成咗對佢案件嘅審理，認定佢通過語言詐騙妨礙司法，裁定罪名成立，即時撤銷保釋還押。預計10月28日宣判刑期。控方指出，李瑞香嘅行為干擾咗警方初期偵查方向，應該從重處罰。2. 鄺港智、鄺球、鄺港傑謀殺案尚未開審，呢3個人被控謀殺罪同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罪。案件因為案情極之複雜，多次押後。根據2025年5月法院公告，控辯雙方已經完成結案陳詞，但仲有3大爭議焦點。第一係辯方質疑冇揾返完整遺體，冇辦法完全證實死因。第二係控方提交咗30件作案工具嘅 DNA 證報告，顯示3個人嘅指紋都出現喺電鋸、雨衣上面。第三係鄺球有冇利用警務經驗主導犯罪。而家案件已經移交高等法院，仲未排期開審。港媒分析，睇到案件社會影響咁大，加上涉及法證監定、好多證人出庭等環節，審理可能要去到2026年先完。衍生民事案件，鄺球面臨1.27億債務追討，除咗刑事責任，鄺球仲捲入咗多宗民事官司，面臨傾家蕩產嘅結局。稅務追討，2025年7月，律政司代表印花稅署入稟高等法院，向鄺球追討1.27億港元，其中包括當年代持豪宅欠交嘅1874萬港元印花稅，同埋遲交稅款產生嘅1.092億港元罰款。法律文件已經送咗去赤柱監獄俾佢。鄺球冇能力償還，就會面臨資產查封、銀行追債。2025年2月，匯豐銀行入稟法院，追討鄺球拖欠嘅207萬港元貸款同利息，仲申請收回佢荃灣嘅單位。產權訴訟，蔡天鳳媽媽張燕花以遺產管理人身份入稟高等法院，要求確認加多利山豪宅嘅實益擁有人係蔡天鳳，禁止鄺球處置呢個物業。案件預計2025年底開審。5. 生者困境，破碎家庭嘅重建與等待。蔡天鳳走咗之後，俾屋企人留下咗難以補救嘅創傷。佢同前夫鄺港智所生嘅10歲仔、8歲女，同埋同現任丈夫 Chris 所生嘅2個細路，從此冇咗媽媽。經過法院裁定，
同前夫所生嘅子女由外婆張燕花撫養，同 Chris 所生嘅就歸 Chris 撫養。每個週末四家會一齊相聚。張燕花喺女兒遇害2週年嗰陣發咗長文，字裏行間都係思念。媽媽唔敢換手機，驚丟咗你所有嘅相同聲音。佢透露自己仲保存住女兒生前嘅衫同飾物，每個禮拜都會帶外孫去蔡天鳳中意嘅餐廳，試住延續媽媽嘅痕跡。值得安慰嘅係，蔡天鳳嘅2個細妹考入咗世界排名前10嘅大學，成為呢個破碎家庭嘅慰藉。Chris 之後亦都反駁咗洗黑錢嘅傳言，坦白話自己同屋企人仲未走出創傷，因為要持續接受精神治療，連申請慈善機構嘅計劃都要放棄。佢接受港媒訪時話，忙唔到愛妻，會好好帶大個仔，好好做人。2023年4月，蔡天鳳嘅喪禮用咗佛教儀式，現場以粉紅色為主調，配合佢生前中意嘅時尚風格。屋企人用咗200萬港元修復遺體，等佢可以體面地走。遺體之後送去大嶼山寶蓮禪寺火化，骨灰安放在寺入面嘅專屬區域，等屋企人日後可以憑6社會反思、善意嘅底線與法治嘅重量。蔡天鳳案之所以引發全港轟動，唔單止因為手法殘忍，更因為佢暴露出嚟嘅社會隱憂同人性困境，值得每個人諗下。善意要有底線，信任需設邊界。蔡天鳳嘅悲劇源於對前夫一家冇底線嘅善意，佢代俾生活費、買豪宅、提供工作，甚至買樓時仲主動提出安置方案，卻忽略咗人性入面貪欲無底嘅風險。更加致命嘅係，佢為咗慳稅，將物業登記喺鄺球名下，又冇簽正式嘅代持協議，俾對方有機會覬覦財產。呢個教訓真係敲起警鐘，就算面對親人涉及大額財產時，都應該通過法律文件理清楚權責。香港近3年因為流產代持引發嘅糾紛激增300%，有人為咗慳稅，將物業登記喺保姆名下，最後被侵佔。蔡天鳳嘅案例更加證明，冇鋒芒嘅善良，好可能反噬自己。知法犯法嘅警示，執法者嘅權力約束。前公公鄺球嘅身份尤其引人深思。佢曾經係維護法治嘅警員，卻用專業知識驅劃殺人毀屍。從踩點、做屋到毀屍嘅每一步，都睇得出佢熟悉司法程序。呢種知法犯法嘅行為，比普通犯罪更具危害性，因為佢動搖咗公眾對執法者嘅信任。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呢個案提醒社會要加強對執法人員離職後行為嘅監管，同時強化執法倫理教育，避免專業知識變成犯罪工具。司法嘅溫度與力度，雖然主謀仲未宣判，但案件嘅處理過程已經展現出香港司法嘅特質。一方面，嚴格遵循程序正義，唔會因為社會輿論壓力而加速審理，確保控辯雙方嘅權利。另一方面，對從犯嘅及時判決，對民事糾紛嘅同步推進，都反映出正義須遲但到嘅原則。林信同潘巧賢嘅判決，鄺港智舊案嘅執行，鄺球面臨嘅巨額追討，都證明法律唔會放過任何一個涉案者。就好似蔡天鳳媽媽所講，相信喺香港呢片法治之地，終會還女兒一個公道，等待終審嘅正義。截至2025年10月，蔡天鳳案嘅核心謀殺案仲喺度等緊開審，但正義嘅齒輪已經慢慢轉緊。鄺港智喺監獄服完盜竊案刑期之後，就會面對謀殺指控。鄺球既要應對刑事審判，又要償還巨額債務。李瑞香就快迎嚟判決。林信同潘巧賢已經為協助逃亡付出咗代價。呢宗慘案令我哋睇清楚，貪欲會吞噬人性，就算係親情，都可能變成謀財害命嘅幌子。而善良如果冇底線，反而會成為養大惡魔嘅養料。28歲嘅蔡天鳳永遠定格喺最靚嘅年紀，佢嘅悲劇唔應該淨係成為社會新聞嘅頭條，更應該成為每個人保護自己、
審視人性嘅鏡子。我哋仲喺等高等法院對主犯嘅最終判決，相信嗰一日到嘅時候，法律一定會俾蔡天鳳、俾佢嘅屋企人、俾關心呢件事嘅公眾一個應得嘅交代。鍾意我頻道嘅朋友，請訂閱頻道、按讚、留言及分享，多謝支持。